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日本政府22早起决定，上紧伫咧8月24开始，对甲福岛第一核电厂核载了后的核废水排落去大海，而且小连续被排放30年。当地居民和附近的国家是强烈反对。根据着民调显示，也是有3成的受访者无同意安尼生做。8月24日を見込みます。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2早起伫官舍召开相关部长会议，决定上紧为20时开始，甲处理过内底有湍的核废水排入海里，而且会持续排30年。这个量等于是530个奥运标准收水池的核废水。岸田表示，国际能源总署顶个月已经认证处理过的水质有符合安全标准。国际社会甲渔民理解的人当地增加，政府会创设免有损害对策基金，甲安全网做好，答应会负起一切责任。今後数十年の長期にわたろうとも、アルプス処理水の処分が完了するまで、政府として責任を持って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一旦そのアルプス処理水が放流されれば風評被害等が起きるそういう懸念があるわけで、漁業者は決して安心できるものではないと。前一天，甲岸田见面的渔联会代表强调讲，科学上的安全甲社会上的安心并无共款，反对的立场并无改变。22伫首相官舍头前出现反对的示威者，伫街仔路的民众有的是感觉真无奈，无通选择，也有的是支持政府赶紧解决这个难题。根据 NHK 8月中的民調，認同甲核廢水排入海的民眾是佔53%，也反對的是佔3成。薄めた状態が安全だとは言っても、30年間にわたってその総量を流した結果、どうなるかについての何らの科学的な検証はなされていないんですよね。だから絶対私はね反対なんですね。やっと決まってよかった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よね。はい。福岛第一核電廠伫2011年3月受到311大地震引發海嘯的侵襲，造成爐心氧氣，用水甲燃料棒降溫，佮製造出大量核污染的廢水。東京電力公司甲核廢水內底大部分輻射物質淨化處理掉，不過也受安全標準以下的放射物質湍，所以決定要排入海的這個代誌，是引起漁民甲附近國家的關注。中國外交部22日一再批評日本，硬要甲核污染的水排入海的計劃。是真自私，嘛無負責任。因為香港政府按算講，日本本來開始排放核廢水，就會禁止甲日本10個縣進口海產。日本料理的業者講，因的生意百面會受到影響，不過敢若會當拍拼來應用。公視新聞是會中朋友。